大家好，我係 Innosphere 嘅 Winky，好開心可以嚟到法國巴黎 M&O 擺展覽啦。咁今次喺 Remix 入邊識到好多唔同嘅設計師，有平面設計啦、服裝設計、建築師、產品設計師。喺大家互相交流資訊嘅時候，我學到好多新嘅資訊啊，令到我喺平面設計上邊有好大嘅啟發，同埋可以運用喺我將來平面設計嘅上面啦。咁另外今次行完成個展覽會之後啦，見到佢哋嘅產品用色啊，booth 嘅用色好大膽啊，好創新。我覺得即係對於我一個平面設計師上邊，我覺得可以學以致用，令到我將來可以學到更多新嘅嘢用喺我嘅作品上面。